为什么不留活口的？像陈浩民这种级别的共产党，可以审出很多重要的机密。有人要封口，可惜了。这次陈浩民事件，表面上我们隔山观虎斗，实际上被排除在外了。我也觉察到了，没办法，我收到的命令就是这样。每一步都走在了我们的前面。这个对手不是神就是鬼啊！您的意思是，我们身边有内鬼？你还真相信有神吗？向阳制衣店什么情况？我查了，不是幽灵干的，也不是76号的人干的。那也就是说，闪关布下的是1号码头和花巷与藏身之所的行动。杀陈浩民的人很有可能是埋伏在向阳制衣店的那些清除共产党的人。就目前的情况看，应该是这样。会不会是钢琴师？看来有人要给我讲一个天衣无缝的故事。不管凶手是谁，只要陆丰还活着，那他们下一个目标就一定还是陆丰，还是名单。去找到陆丰，告诉他，让他来见我。是。现在陈浩民死了，给你们3天时间，不惜任何代价追杀陆丰。是。说吧。陈科长已经死了。整个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都被牵连，他们被人埋伏，损失惨重。华向宇，有一些问题你必须要解释清楚。中共的这次行动2个地点都被埋伏，一个是你的藏身地，另一个是向阳制衣店。是你把制衣店的位置暴露给中共特工，然后让中共特工误以为那里是钢琴师的联络点，结果他们全部遭埋伏被杀。方立人死后，你知道中共不会放过你的，所以你故意让中共情报员跟踪，让中共制定调查你的行动。而你也知道陆丰和陈科长在一起，陆丰自然会得到中共调查你的消息。你去哪里？我跟你一块儿去。保护陈科长。你太了解陆丰了，他一旦知道清楚你的消息，必定会去救你。所以你们最终的计划是围剿陆丰和陈浩民，这是你们早就预谋好了的。
你说的确实很有道理，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我宁愿杀死我自己，也不会杀死陆枫。这一点，你应该是可以相信我的。南明，我相信他。整件事情你不觉得奇怪吗？我们每走一步都是别人设计好的，都是圈套。我知道，但如果花香雨想杀死我，他有太多机会。已经死了这么多人了，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我是钢琴师的人。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我也是刚刚被唤醒，刚刚才有了身份。我也觉得整件事情被人设计了，应该是钢琴师利用我布的局。那闪官为什么会出现？他完全是配合钢琴师在作战，他是钢琴师的人。我真的不知道。杀方丽人也是钢琴师的命令。是，但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开始我也想不明白，后来我才意识到，这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测试行为。钢琴师根本就不信任我，他另有目的。什么目的？让我们产生误会，把我们彻底分开。如果他的目的达到了，现在我已经走投无路，只能死心塌地地完成钢琴师的命令。南明，请你相信我。我不会再有任何事情瞒着你们，因为我已经决定了离开他们的组织，跟陆枫在一起。就算死，我也不会再回去了。为什么钢琴师会对我们所有人这么了解？他就像在我们身边一样。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先杀闪官，再找钢琴师。闪官的人正在追杀你，76号的人也在找你，他们布下网正等着你出现呢。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再大的网也有漏洞。苗大哥，您还是自己留着吧。有2块，你和我一人1块。
起一切代价，把他破译出来，交给我们的党组织。我知道这个任务非常艰巨，我现在代表我们的组织请求你，我相信你一定会出色的完成这个任务的。自分で完遂できます。必要はありません。二度と言いたくない。はい。山田良子所有的通话记录里，只有那个画红线的电话查不到来源。这个人就是钢琴师。对。调一组人，24小时盯住山田良子的一举一动。是。为什么不说话？陈浩民是谁杀的？凶手已经逃走，我们正在追查。陈浩民这种级别的共产党，居然在你手里被灭了口，传出去那是笑话。当时左秘书说是奉了您的命令，要把人带走，交接完之后再。确实是属下失职，方立人死了，陈浩民死了。如果陆丰你还不能活着抓回来，诸如出现你说的那种失职事件，我还怎么信你？不行就退休吧。属下一定尽力，不会让您再失望。追查钢琴师是个繁重的任务，为什么不交由我们幽灵来办？我是怕你把他也给办死了。关于钢琴师，你知道多少？知道的不多，他人已经在上海，并且已经开始行动。向阳制衣店围剿中共事件，应该就出自钢琴师之手。你怎么知道的？我们截获了一份76号的秘密情报，经过分析推测出来的。这么说你是知道了？知道了不告诉我，还是根本就没打算告诉我？这份情报是76号发给南京的，我们只是碰巧截获，还没有得到证实，所以你就告诉我，能不能把钢琴师抓回来？可以试一试。在追捕陈浩民和陆丰的行动中，我们幽灵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如果想彻底调查钢琴师，需要重建一支更有力的队伍，但在经费上捉襟见肘。经费我帮你解决，你打个报告。是。我们已经开启了对陆丰的追捕，只要他一露面，很快就会有结果。我的要求，你懂啊？要活的。去吧。还在想钢琴师的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你说。上海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你留在这儿会越来越危险。什么意思啊？我想让你离开上海，送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那你呢？我要留下来找出钢琴师，完成陈科长没有完成的工作。我留下来陪你。你是钢琴师的人，如果他发现你违抗他的命令，他不会放过你的。我不想被钢琴师摆布，我只想跟你一起走。所以你更应该离开这儿，为了你，也为了我。跟你一起找到钢琴师，才是我的价值所在。现在这儿越来越危险，76号、幽灵、钢琴师都不会放过我，而我不希望你跟着我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等你到了安全的地方，我才能更专心地对付他们。就凭你一己之力，怎么可能同时对付那么多势力呢？我们必须利用一方，才能跟闪官周旋。我跟沈潇做了交易，所以让我留下吧。你想抓钢琴师，只有我才能帮你。答应我，找到钢琴师，我们一起离开上海。其实我并不清楚能不能离开。我死生以后，有一个人会联络你，他的代号叫青衣。是我，我是青衣。陈科长遇难了，我都知道了。反省计划的名单怎么样了？名单代码和陈科长留给我的密码本不匹配，根本无法翻译。我能确定的是，反省计划名单的代码不会有错。陈科长留给我的密码本也从来没有离开我身边。你能把陈科长留下来的密码本和你手里反省计划的名单代码交给我们吗？可以。午夜青年公园湖边第2张长椅下面，你把东西放在那儿。好。
接下来我该怎么做？你有什么想法？主动出击，因钢琴师现身。陈浩明はもう死にました。しかし、君が殺したのではない。当時の状況をご存知のように、陳浩明は生き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信じていいのか？信じた方がいいです。電話の下を見てみろ。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君は4歳に中国を離れた時の写真だ。式田半坊は君の父さんだ。まだ生きているんだ。生きているの？はい。どこですか？今していることは俺たちの命令のためだ。命令通りにすれば将来すべて君に話す。とりあえず君信じるが、しかし覚えろ、お父さんの命は生きているんだよ。怎么样？我已经联系上钢琴师了，但他现在还不信任我。他马上会有行动，让我等命令。钢琴师到底是谁？有没有线索？他说话很严谨，不露一点破绽。我有个想法，用我做诱饵。如果钢琴师知道我背叛了他，他也肯定会出手的。不行，名单代码只有我知道，钢琴师要找的人是我，我露面他才会出现。但是别说了，按我说的做。不早了，早休息。重庆方面已经确认，陆丰不是共产党。他和陈浩民在一起，是因为陈浩民是陆丰父亲早年的朋友。他接近陆丰的目的，也是冲着繁星计划名单去的。所以，陆丰脑子里的那个名单代码，依然是关键。只要他一天被追杀，他就还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可是陆丰现在谁都不信，不肯回来。是不敢回来。现在军统和幽灵都不承认他的身份。换了是我，我也不敢回来见你。如果他不回来，你继续保护好他，绝不能让钢琴师得逞。陆丰总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吧？是，我会尽快找到他。决定了。现在的特密组跟之前不一样了，尤其是山田凉子和钢琴师出现以后。处长，我回来就是为了钢琴师。我已经答应华香怡，找到钢琴师之后，
让他和陆枫安全地离开上海。我希望他们尽快离开。你呢？我会留下，更安心的做事。我们这些人不怕子弹，怕动心。你要清楚，这里是战场，没有爱情的土壤。你再考虑一下，明天给我结果。处长，让我回来吧。其实你应该高兴才对，至少证明你父亲还活着。所以我宁愿相信钢琴师说的话是真的，虽然他用我父亲来威胁我。我们必须尽快行动，不然有太多人受罪。蓝明回76号了。为什么？他说，他要回76号做我们的内应，这样可以拿到更多情报，让我们更快摆脱追杀。其实他是为了你。明天的行动，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我知道，你放心吧。知道了。发现陆枫了。
谁派你来的？是不是钢琴师？不记得我了吗？K02。时间太久，看来你一点也想不起来了。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K02。到。K06。到。你是 K06，谢谢你还记得我。只可惜我们相遇的场合不对，要不然还能一起喝一杯。还有谁来了？都来了，我们互相太了解。穆局长要见你，要杀我的人太多，我谁都不相信。跟我回去，这是命令。那是你的命令，跟我没关系。你不是一直说被人陷害吗？如果你还想洗清冤屈，穆局长可以帮你。我不用任何人帮，我自己会找出证据。你们都是一个训练营出来的。K02，你们还记得吗？记得。也就是陆枫。现在又一个战友死在他的刀下，你们有能力清除他吗？有。墓地的杀手是武藤系训练营的人，所以要杀你的不是钢琴师，而是闪官。现在看来，闪官应该是把所有人都召集回来了，而我要想办法对付他们，就很难抽出身来去找钢琴师。其实，有人可以帮我们清除这些障碍。沈啸，明天我可能帮不了你了。钢琴师的人要跟我接头，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回到钢琴师身边。不，他已经不信任你了，不可能见你。我有把握能找到他，我不想让你去冒险。可是你已经试过了，而且要对付闪官身边那些杀手，已经牵扯你很多的精力。找钢琴师的任务，让我帮你吧。夏雨，为了你，
也为了我父亲，就让我去试试。应该是重要线索，你小心点，现在就去。是。任主任。故乡啊，挨着碰着，都是带刺的花。